花莲县秀林乡中德村有一寡所在是文化遗址，要起厝起建设，都要先甲文化局申请探勘。那最近就有一个民众要起厝申请探勘，煞假实伫涂骹挖到中国送掉的铜钱，佮有粗灰仔的脆片等等一寡珍贵的文物。因为烦恼家己的地基下面有私情文物，花莲秀林乡中德村的李先生起厝进前向文化局申请试挖探勘，可能伫89分深度的时挖到文化财，包括灰仔片、琉璃珠，也有送掉的铜钱，依然完保。他们先任意挖3个坑，就那3个坑才挖下去，大概80公分就挖到了，就看到文化城了。然后一直挖，就发现整个下面都是啊。县府考古团队表示，希望环保铜钱属于甲8年前北宋时期的货币，因为甲在地中德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物无同，会当推论迄当时花莲中德地区的人类已经甲迄当时中国有保留证据。像琉璃珠或者是钱币呢，那应该就不是当地的大约1000多年前住民呢是自己制造的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考古学者呢就推论，当时呢就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海上贸易的一个交流。除了这现场，也有一个古墓，因为出土文物丰富，经过县勘国旗，佮经过地主同意了后，由文化部接落来进行全面挖掘，预计过2个月了后完成。相关出土文物会放伫花莲考古博物馆展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